轮回的是有快乐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有高有低，有年轻的时候，有老的时候，有健康的时候，有不健康的时候，有聚的时候，有散的时候。这个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说是的一个人好像不顺啊什么的，不是这种的问题。这个呢，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哪里的，只要来到这个轮回当中，来到这个人间的话，避免不了的。所以呢，知道轮回是本性就是空性的，有个空性的见，因为是我在轮回当中，所以呢，我碰到这个事情，我发生这个事情呢，是觉得不奇怪，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能够接收的。如果觉得万事万物都是应该是永恒的，我也是很永恒的，那这如果是这么想的话，哪一天呢，肯定是会有变化的。这个变化不是一个人的变化，只要从这个轮回的东西都有这种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就觉得天大的事情就接受不了，但是这个时候更痛更麻烦，所以呢，就空性的见识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我们得要了解这个轮回，我们得要有思想上面有个准备，对轮回的期待很高，认为轮回是十全十美的，轮回是很长的，包括自己的身体也好，包括自己的亲人也好，包括自己的财产也好，从自己到外期的这个世界，都是无常当中产生，无常当中消逝的。为什么这样无常当中消失，无常当中产生呢？因为是它的本性是空的、无常的。第一个呢，轮回的本性是空的，所以有变化，有了变化就有痛苦。第二个呢，轮回的本性就是痛苦、空心，没有我的，没有一个很长的我，无我的这种。那有了这种的思想上面有这种的真正的没有证悟到空性的境界的话，有这种的思想的话，那就几乎自己的身上也好，身边也好，更大的更广的方面，哪个方面发生好的也好，好的也不能太高兴，这种也是个会有的，因为是无常的东西，这个时候也不能太怎么样夸张，还是要低调一点，然后也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东西，这个时候也
不能太怎么样，也要勇敢的去面对、接收。这个呢，作为一个学佛的人，修行的人来讲的话，佛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空性的见是很重要。有了这个见的时候呢，那就你很顺利的时候，很旺的时候，很快乐的时候，用这个空性的见来，这种的快乐，这种的幸福也不是永久的，这个也是轮回的东西。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的时候，但是也不是的永远的事情。那么就一方面呢，这种也可以珍惜一下；一方面呢，也不用一下子就把这个福报都用完。好的时候也是需要，然后不好的时候，就刚才所说的那样，这个也是不是我一个人什么谁的眼里不顺，所以就这样，我一个人就倒霉，所以就是这样，不是的，所有的人都是那样，所有的人都大的方面来讲的话，生死病老谁都躲不过去，只不过是生病生的多跟少的，或者活到就几十年的长一些的短一些的问题，谁都躲避不了，躲不过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因为是轮回是这样，所以就将来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很容易的自己能接受，因为是轮回。这种轮回的本性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当然我们很虔诚的学佛的，那是求佛，一切都平安顺利，这样，那当然佛菩萨的加持是无量的。那么本身就学佛的，也不是为了求健康发财的，佛法也本身也不是用来做这些事情的。佛法呢是消灭烦恼的方法，佛法是从轮回当中的解脱的方法。正确的来讲的话，这样。但是呢，学佛修法行善的话，当然会增添福报。那有福报的话，那会方方面面的都有很吉祥的，不会不吉祥的。有福报就有财富，有福报就有健康，有福报就那就心想事成。如果没有福报的话，那就连这个不用说出人间的成就觉悟连人间的福报都没有。那么就佛法呢，修法是不能为了达到人间的什么这个事情的目标，但是呢，为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解脱出去而修法的话，那这个功德增添的福报是无量的。这个时候呢，就这些人天的福报都求都不用求，造都不用造，身边就来了，有附带的，有免费的就有了，如果学佛修法都是为了我要去那个长寿
我要健康，我要发财，我要升官，为了这样发心，那学佛修法的话，这个起心动念是非常非常自私的。那这种的自私的心，那是个不是佛的心，不是善的心。这种自私的自利的心呢，是个比较我的心，所以呢，就行为上面那做的为大家，为众生这样，但是呢，内心当中没有为众生发菩提心。那这种的话，那这种的看上去呢是个菩萨的行为，利他人的行为，那就真正来讲的话，还是为了自己。那这种的果报是不用说证的菩提国一般的那长寿健康等世间的这些福报也不一定会有的。因为什么呢？就是究竟来讲的话，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众生这种的那就不算个善的事情。所以呢，果报这个是不太好的。如果说为了众生为了大家，为了他人，这种的真正的从内心当中，这种也不是个，因为是要求这样，所以就是免不要，所以就要做。这种的话还是不真诚的因为是听说呢，这样如果是为他人或者发菩提心的话，功德很大，所以要发的话，这个呢还是个为了自己的比较假的菩提心，就一点都不假的从内心当中的有发菩提心的，那做善是善也，表面上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真正的很纯的善的福报是很大的。那就这种的功德呢这种的果报是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解脱出去，证的菩提果的福报而且呢，人天的福报都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好，这个呢随便讲出去了。那么就话要说到原点的话，那就第一个空性的见重要性吧，刚才讲的。那么这种的空性的见是真理还是随便就这样说的，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想成曾经释迦牟尼佛说呢，万事万物都是空的，所以从此以后变成空性的，是不是？不是这样如果说万事万物的本性是不是空的话，那佛祖释迦牟尼佛的说的再好也空不了的。他的客观上面真理上面不空的话，谁说也说不了的那么就如果说万事万物的本性都是空的话，我们认为我们希望实有不空的要真正的要拿到很多很完美，这样执着也
没有用的，它本身就是空的啊，这个是真理啊。那么就啊，如果说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真正的，一点都不虚、不假、不空、不无常的话，佛祖释迦牟尼佛也是希望这样，大家都希望这样啊。这个人间这个轮回呢，所有的都希望呢不要无常啊，全是全满，永远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要拿到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希望的。但是呢，我们是这样希望啊，有这种的愿望，但是呢，经常遇到是不是这样？经常得到的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是它不是这样，我们只是这样期待，这样希望。那这种的想法是有点错，这个时候不能怪那个外边的东西，这个时候应该要自己好好的反思一下啊。这个是我自己的愿望，我自己的期待，我自己的希望是这样子的我怎样想不一定外边的都是那样。那么就这个我呢，如果真正来讲的话，大家都有希望有一个我，而且这个我呢就永远都不消失的，永远都是存在的有一个我那么就为我要争取什么，为我，然后都是这样。那真正来讲的话，这个我在哪里去找的时候就找不出来这个我呢没有在外边的东西上面。那这个我呢在不在这个身体上面的话，一般来讲的话，简单的话来想的话，应该是我就是这个身体就是我，我就是身体，这么想的。那进一步的去研究的话，这个身体那也是不是这样从小到现在这个身体呢是有变化的今天的这个不是明天的，昨天的也不是今天的。那就最简单的方式来研究一下的话，我们到某个什么河边，就像个长江的边上去看一下的话，那台北这边也有什么河，到那个河边去一看就觉得这条河呢去年也是这样流，那就昨天也是肯定是这样流那今天的河也是好像这样流。这个河呢就是一条河这种的概念。实际上呢，那昨天的河已经流过去了，那就刚刚1分钟前的这条河呢已经过去了，不再在这里就我们的身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没有过去，没有变化的话，就1分钟一刹那更短的时间能停下来的话，那就我们都永远都不用死了，就没有变化了。但是不是这样，它就1分钟一刹那更短的时间都停不了在变化当中。那有这种变化当中呢，那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
前天的我更不是今天的我。时间上来讲的话，找不出来这个真正的我，不存在了。过去、现在、未来，按这个时间上面来分析的话，我呢，30都不存在，过去也没有存在过，现在也不存在，未来也不存在。那30都不存在的，那什么时候存在过呢？时间上来讲的话，没有存在过。如果有存在的话，那就有真的有消失的产生，也没有过。所以呢，经常在听到这《心经》里头不顺不卖，是这个意思。简单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是按时间的方面来的分析研究的方式。另一个方面来，哪个方面都可以研究。比如说换一个方式来，因果方面的方式来研究。比如说有一个存在的东西的话，那可能要产生的，对吧？存在的东西，只要存在的东西的话，那可能要有产生过，这样才叫存在。那就要研究一下它有没有产生过。那这个时候，如果什么万事万物有产生过的话，那怎么产生呢？应该来讲的话，因和果这样来产生，因来产生一个果，这个才是对的。一般呢，我们想的话都是这样。所以呢，农民都庄稼，这些都是因为种下一个种子，就没几天以后或者几个月1年以后，把这个果长出来，产生出来。一般来讲的话这样，但是真正来讲的话，那就因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果。为什么这么讲呢？那因和果两个研究的话，因和果两个同一个时间，就一刹那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两个都如果一起有存在的话，那就是这两个就谈不上因和果，本来就是两个都一起存在的嘛，水也没有产生水，果因在的时候果也在了，那么水也没有产生过水，就是同时的话，两个都同时同一个时间在一起的话，水也没有帮助水。如果说没有时间的这个有区别，先有果，因后有果，如果是这样呢，那是这个因消失了以后，产生果，还是没有消失就产生？那就因消失的话，因消失了，那就消失就是变成是个没有的东西了。那没有的东西产生一个有的东西出来的话，那这个空中也会产生一棵很大的树吗？产生不了。那如果说是有的东西来产生有的东西的话，就刚才说的那样，同一个时间两个都存在，水也帮不了水，水也产生不了水，根本就没有因果的关系。所以用这种的方法来研究的话，也是根本就没有产生过。没有产生过的话，那不存在，也没有就消失。那这个是
万事万物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呢，因为从人类的最早到现在，创造出很多物质的东西，特别是20世纪的这个中以后呢，那产生出来很多新的科技的东西，比如说飞机能飞到天上，坐那么200、300个人，空中可以飞几个小时，一般来讲的话，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就那么小小的一颗原子炸弹呢，有那么大的力量，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我们佛法的道理，缘起性空的道理来讲的话，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万事万物的本性就是空的，它是缘起当中产生出来，而不是说曾经有个神什么来创造了就今后就没有改变的，不是这样。佛祖释迦牟尼佛呢，早就说缘起性空。那么缘起呢，任何万事万物的，它就产生的因缘具足了以后，它会产生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呢，到现在的这些科技的东西的佛法的最基本的理论，缘起性空，那就不矛盾，非常非常符合佛法的理论的。那么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比如说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西方的人呢本来是信神教的，那么就他们的宗教当中呢，本来也没有很多什么理论的东西，书也不多，就是一本书那样。那么到了20世纪的时候，那就曾经人类没有的东西，以前解释过上帝来创造的东西以外的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有点不好解释了，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么就西方那边呢，开始的时候也很多这个信仰宗教的人呢，非常非常讨厌科学，很打压那些科学家，因为是这样来的。那么像我们的佛法的话，那是非常非常符合科学的，但是呢，我们的追求的不是物质的东西，往这个方面没有研究，没有往这个方面时间和精力都没有花在这个方面，用在内心的消除烦恼、调整人心的方面，往这个方面，那就研究的很多，花的时间是最多的。那么就缘起性空的道理是这样。所以呢，比如说这个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佛罗汉